我怎么忽然觉得咱俩挺多余的啊？那个，你们先等一等哈，我说一句啊，思辰，思辰，顾西西，别动不动就撒钱行不行啊？我觉得学长说的挺有道理的，但是，要做总裁店员的话，一个总裁可能有点少，不如思辰一起吧。成交。你不觉得这身和我不是很搭吗？要不试试这套吧？我这套怎么样？哇，穆总好适合这套啊！衬衫就这套吧，我现在马上换。我觉得衬衫可能还是有点问题，小雅，你去帮我把那个新款拿回来。OK。这两条领带，你更喜欢哪一条？你决定吧。我觉得灰色西装的话，也许配点彩色会好一点。顾西西，你不觉得这条领带更适合我吗？这条吗？帮我戴上。幼不幼稚？怎么，文业集团的老总不会系领带？我自己来。